Bro，我而家安排緊一個爸爸小組一齊重拾籃球嘅熱血，專為啲曾經中意打籃球啊，但而家覺得個身體跟唔上嘅爸爸而設。如果你都係咁啊，打5分鐘咧就喘氣啊，膝頭成日痛啊，肚腩頂住件波衫啊，細路喺場邊睇住你，力不從心。咁我整呢個計劃咧就係為你而設啦。我哋唔做啲不切實際嘅節食或狂操運動啦，唔使 gym，唔使數卡路里，唔使每日靠意志力死撐。我叫佢做爸爸3餐1動計劃，3餐食足，一個簡單籃球式家居運動，每日只係需15分鐘，全程由我親自線上教練指導。呢個小組唔係免費，但係堅 work。因為咧，大多數爸爸咧2至3個星期咧就已經見效嘅，體能翻嚟啊，褲頭開始鬆翻啊，體重下降啊，打波少咗喘氣啦。當你加入，我會送你一個30日計劃，我嘅進度追蹤系統，同埋教你點根據你嘅生活模式可以成功滿血回歸復出球場。你得閒嘅話，仲可以嚟一齊同我哋打波，需要預埋你碼。請打個1、2或3字話俾我知啦。